大家嚟！我喺屯門掃管笏裏邊揾到一個筍盤中嘅筍盤，我哋大家一齊去睇下。呢個樓盤係實用面積586尺，兩房加一個274尺嘅天台。點解我會推薦呢一個樓盤俾大家啊？因為呢一隻 size 係真正嘅兩房，因為呢一個廳係特別大嘅，特別見使，同埋有一個274尺嘅天台，可以令到你有無限嘅發揮。天台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，就係可以用嚟曬衫。呢一個樓盤鄰近黃金海岸沙灘，隨時都可以去享受陽光與海灘，同埋黃金海岸有一個遊艇會，夜景都非常之靚啊！記得之前我去黃金海岸睇無人機表演，真係好靚，而家我都歷歷在目。同埋呢個樓盤附近都有唔少著名嘅行山地點，由初學者嘅藍地水塘去到極需要體能嘅青山都有。如果你中意花花草草同埋戶外活動嘅你，呢一個樓盤一定啱你。我話俾大家聽啊，呢一個樓盤咧，發展商未開價噶，同一個 size 單位下一層賣到唔使1萬蚊一尺，最緊要快嚟揾我，我係小白龍。